咁到下一個主題呢，我哋會講到冇器材做訓練，使乜驚？有徒手運動全攻略。咁今次嘅講座全方位剖析咗徒手運動嘅訓練原則啦，多角度探討由基礎單一嘅動作進階至到多功能綜合性嘅動作變化，結合功能解剖學及科學化嘅訓練模式，令到身體咧喺冇器材輔助之下，都可以隨時隨地輕鬆咁做訓練。除咗有效強化核心肌力，仲可改善下肢嘅平衡力，提升你身體嘅協調性。無論係新手或者運動愛好者，相信今次嘅講座都會為你哋帶嚟啟發同埋一啲實用嘅技巧。我哋好高興邀請到前香港空手道精英運動員及空手道及體適能教練阮兆麟先生為我哋講呢個講座。好，有請阮兆麟先生。好。係咪個 point？ 呢個 OK。好，咁多位大家好啊，聽得清楚嘛？因為我用個 headset， 咁啊，因為有啲動作我唔會示範嘅 ，OK。即係但係咧，有啲可能有啲簡單嘅即係示範啦，都係示範啦 ，OK。咁所以我用 headset 會比較方便啲。好，咁歡迎大家咧即係嚟留低啦，都未去食飯啦，聽呢個冇器材做訓練，使乜驚？有徒手運動全攻略。咁我自己咧教徒手運動都教咗，我諗都10年以上㗎啦，都。咁亦都喺一啲機構裏邊咧教一啲徒手運動嘅課程。咁所以都希望透過今日嘅講座咧，去分享一啲過往嘅經驗啦，同埋從運動科學啊，或者體能訓練咧一啲，或者功能解剖學裏邊咧，我哋點樣睇徒手運動呢樣嘢 ？OK。好，咁簡單幾條問題問下大家先。你最常 OK 有冇做過呢啲以下邊一個徒手嘅運動訓練啊？咁樣你冇做過掌上壓，冇做過平板支撐，都一定有做過深蹲啊 OK。因為你陣間走嘅時候就係要一下起身 OK， 去第二度聽第二個講座又要坐翻低。咁我哋每日咧就係不斷咁樣坐低起身，坐低起身，其實有好多下嘅 OK。咁我哋透過其實喺徒手運動嘅訓練裏邊咧，其實咧以至去幫助到我哋日常生活功能咧都好有幫助嘅。無論係即係長者啊，可能係一啲文職人員啊，又或者係一啲校隊嘅學生啊都可以嘅 OK。咁今日唔係教你哋呢啲 OK， 即係嗰啲咩人旗啊、暴力上槓啊，即係嗰啲 muscle up 啊，或者嗰啲即係引體上升再加個直抬腿咁樣，唔係教你呢啲。咁亦都唔係教你特別話我要想做啲咩動作，因為大部分嘅動作咧，網上嘅資源咧，或者頭先講完都講一啲 AI 咧嘅工具咧，都幫到好多嘅，會揾到好多嘅。咁我最主要咧今日咧短短嘅時間咧，分享一啲理論，然之後咧你去揾個動作嘅時候咧，我哋咧試下應用出嚟 ，OK？好啦，少少簡單嘅前言啦，講少少徒手運動。咁佢就意思用你自身嘅體重去鍛鍊身體每一個部分嘅肌肉，唔需要任何工具嘅，基本上就任何人都做到嘅。安唔安全呢？安唔安全啊？都安全嘅 ，OK。好啦，咁咩人適合呢？咁我哋又睇下咯。女性可以啦，男性可以啦，小朋友都可以自身體重嘛。長者得唔得先？得。孕婦呢？孕婦都可以 ，OK， 孕婦都可以。跟住生咗啦，同個 BB 一齊親子啦，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係適合所有嘅人嘅 ，OK。因為你用自己身體嘅重量嘛，其實所以你係好適合，即係你好適應自己身體嘅體重呢一樣嘢嘅 ，OK。所以咧，相對嚟講嗰個，譬如你額外加一個可能啞鈴啊，或者一個負重嘅工具啊，或者一個拉力帶啊。你唔係好適應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會喺個訓練嘅過程裏邊咧受傷嘅。咁但係自身體重咧，或者我哋做 body weight 嘅時候咧，就相對嚟講會比較安全啲，因為適應咗。即係你譬如你揸住個水樽，揸住個啞鈴做一啲二頭彎舉，OK， 訓練下個肱二頭肌、老鼠仔。咁你揸住可能太重，有機會整到個手踭啊，整到一啲可能肩關節、肘關節。但係你乜都冇嘅時候，相對嚟講係輕鬆好多，係咪？亦都唔會受傷。不過又好似冇乜成效，咁所以今日咧就教下啲方法點樣令到有成效。好啦，咁徒手運動咧有一個特點嘅，其中一個就係同其他運動訓練一樣嘅，佢按你嘅年齡同埋你個運動嘅能力咧去調整下個動作嘅難度或者變化。譬如男士 OK 掌上壓啦，係咪？女士做唔到膝上壓啦，咁大肚婆咧
做牆上下都得噶嘛，係咪？都可以噶嘛。老人家得唔得咧？都得嘅。不過佢又話膝頭哥跪唔到個地下喎，OK？跟住又話手腕咧，即係咬住咧，撳住埲牆唔舒服喎，咁樣可能就斜斜地咯。我哋叫做即係一個上斜式嘅一個 incline 嘅 push up 啦。好啦，如果你係 fit 嘅，即係做開運動嘅，可能做開 gym 啊，運動員嘅，咁啊掌上壓已經唔滿足唔到你啦，咁咪做一啲我哋叫做拍手嘅掌上壓咯，難好多啦，訓練下啲爆發力。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仲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人啊，或者運動嘅能力嘅。調翻轉咁諗咧，喺我咁多年嘅經驗裏邊咧，長者啊，OK，都唔一定係做啲最簡單嘅，有啲長者都做到拍手掌上壓嘅，OK，所以同年齡咧冇一個直接嘅關係。OK， 同佢嘅運動能力多啲嘅。調翻轉，我去啲中小學嘅時候咧，叫佢做個掌上壓咧，都好似仲差過啲老人家咁啊！啲學生係嘛？所以咧，同個年齡冇一個直接關係嘅。我哋透過訓練咧，可以提升你嗰個肌肉力量啦，或者心肺功能啦，或者各方面嘅整體運動嘅能力表現嘅。好啦，咁即係講運動訓練，一定會講下我哋活動嘅時候咧，有少少認知下啦。我哋喺解剖體位或者喺活動平面裏邊咧，我哋會講3個唔同嘅活動平面啦，有齒狀面、冠狀面同埋水平面。咁啊，齒狀面講啲前後喐動嘅嘢，譬如果喺徒手運動裏邊咧，我哋就會做啲即係弓步啦、前後啦，係咪？咁啊，或者如果喺冠狀面咧，做啲橫向性嘅，即係左右多啲嘅，咁就可能做一啲我哋叫做開合跳啦，或者做一啲橫移嘅弓箭步咧，都係一啲即係冠狀面嘅活動嘅。咁水平面就即係顧名思義就係個水平面嗰度咯。咁啊，譬如有啲俄羅斯船體啊，或者有啲譬如可能做一啲闊手嘅掌上壓咧，佢都係屬於一啲水平面，因為佢做緊一個我哋叫做肩水平內收嘅動作。咁所以我哋咧喺動作分析裏邊咧，我哋會先睇下佢咩活動平面。不過有時有啲動作咧會橫跨咗幾個活動平面嘅。OK， 好啦，譬如舉個例子，做掌上壓或者闊手掌上壓同紮手掌上壓最大個分別咧。咁大家都知㗎，闊手掌上我想練多啲個胸肌係咪？紮手掌上我又想練多呢個三頭肌或者個拜拜肉。咁但係點解咧？其實最主要就係佢兩個喺個活動平面有啲唔同。咁喺個闊手掌上裏面咧，佢其實就肩水平內收呢一個關節活動會比較多啲嘅。咁但係喺鑽石型或者紮手嘅時候咧，佢就變咗少少前後多啲，即係喺個肩關節嘅活動裏邊，咁就變咗我哋叫做咧，就叫做肩屈，即係肩屈曲啦，做個 shoulder flexion 嘅動作。咁呢一個角度嘅影響咧，以致令到佢嗰個肌肉咧發唔發到力。當我哋做一個紮手掌上嘅時候咧，嗰個肩關節咧，即係我哋叫做夾咗埋嚟啦。咁佢咧個胸大肌咧，呢一個肌肉纖維紋理咧，令到佢咧難啲喺一個我哋叫做翻去喺個齒狀面嗰度咧難啲發力嘅。胸大肌咧喺個水平面裏面咧係比較好發力嘅。咁所以當你夾埋咗之後咧，個胸大肌咧就唔係好發到力啦。咁但係你又要推喎，咁靠咩推咧？就靠你個膊頭同埋靠你個手臂。咁所以我哋就會睇啦。你想練胸肌多啲咧，定係想練膊頭或者三頭肌多啲啦？咁就去調整個手踭嘅角度，都係掌上壓，我哋都係叫掌上壓，但係呢個角度咧就會影響到佢究竟想練邊度多啲。好啦，咁諗下咯，如果我又想練胸大肌，又想練三頭肌，咁點算咧？咁咪一下闊手，一下紮手，一下闊手，一下紮手，咁你咪兩樣都練到咯。即係我哋明白佢背後嘅原理，我哋就可以混合去用嘅。咁但係你話你推一條 barbell 咁樣做個 bench press， 做個平板卧推喺一個 gym room 嗰度，你可唔可以推起一條巴，即刻變翻紮，再推一下，再變翻闊咧？都唔係唔得嘅。OK， 但係相對嚟講，可能個受傷風險會高啲咯。OK， 好啦，咁第二個咧，除咗喺一個活動平面裏面咧，第二個我哋會比較常用咧，就係一個支撐面，我哋叫 base of support（BOS）。簡單啲講咧，如果我企喺度畫個圓形咧，咁啊有一個即係支撐住我身體嘅一個平面啦。如果我做一個雙腳與肩同闊嘅深蹲 ，OK， 咁啊個面就細啲啦。但係當我擘開啲嘅腳 ，OK， 擘開啲嘅時候，做一個我哋叫做雙撲手嘅深蹲嘅時候咧，嗰個活動嗰個支撐嘅面咧就會闊咗。當個支撐面越闊，你個重心咧就會比相對嚟講我哋叫做穩陣啲，個平衡就會容易啲嘅。OK， 咁喺防跌嘅概念咧，我哋都係講一個 base of support 同個重心之間有關係嘅。好啦，咁呢個咧雙膊手咧係打橫左右咧叫做穩陣啊嘛，但係前後唔穩陣嘅喎。OK， 咁我哋如果想喺前後穩陣咧，我哋就會做個弓箭步。
咁誒喺個前後嘅平面裏邊咧，呢一個面裏邊咧，佢就會相對嚟講會比較實淨啲、穩陣啲。但係左右咧，佢又唔穩陣咯喎。咁所以咧，你要睇下嗰個面係咩形狀，或者嗰個範圍究竟係大定係細，以至咧你去訓練嘅時候咧，究竟你個平面即係你個支撐面穩唔穩陣？好啦，最將個支撐面縮到最細、最細、最細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單腳嘅深蹲啦，係咪？即係 single leg 啦，我哋叫做 single leg 嘅 squat 啦。咁呢個嘅平衡力咧，相對嚟講係需要多好多啦，亦都需要多啲嘅肌力去撐起成個人啦。咁你睇到佢咧，得一隻腳嘛，係咪？你如果做單腳平衡已經好難啦，仲要做單腳深蹲，好似咩啊葉問蹲啊，有啲人叫 OK。咁如果你諗下由雙腳 OK 變做單腳，個面就細咗啦。可唔可以單腳呢個面再細啲咧？有咩方法咧？就係將個腳踭拎起咗，咁咪得翻前掌咯，係嘛？個面越細，咁即係就越難咯，因為個面越細嘅時候，你對你個核心嘅穩定啊、身體嘅軀幹嘅穩定啊、平衡力嘅挑戰就會大好多啦。好啦，單腳腳踭拎起，仲可唔可以再難啲咧？腳趾係嘛？腳趾篤住個地下得唔得啊？咩人得？咩人會做到啊？芭蕾舞，所以芭蕾舞佢做呢一啲動作嘅時候咧，當然佢隻腳趾向入屈咗入去，同埋佢對鞋個設計係俾你可以咁樣做啦。咁但係你咁樣諗嘅時候，佢哋個平衡力係咪要好高先？即係我哋從一個 BOS 個面嗰度去咁樣諗。調翻轉從譬如防跌嘅概念咧，就係我哋將個面咧喺度跌嘅時候咧，個重心離開咗個支撐面嘛，咁我就快啲將個面咧打翻開，將個面積加大佢，可以托住我哋即係叫托住個重心嘅話咧，咁你跌到嘅風險咧就相對嚟講會比較低啲啦。OK， 好啦，咁除咗講一啲我哋叫做支撐面啊、活動平面之後咧，咁一定會做運動咧會講肌肉收縮噶嘛。咁有啲叫動態收縮啦，有啲叫靜態收縮啦。咁動態又再分一啲你成日聽到嘅向心收縮、離心收縮。如果係靜態嘅唔喐嘅，咁我哋嗰啲咧就肌肉長度不變嗰啲咧，我哋就叫做等長收縮。譬如你見到個即係 PowerPoint 嗰度，佢有個老鼠仔咁樣，係咪？當我個肱二頭肌個老鼠仔收縮嘅時候，個肌肉長度咧應該係長咗定短咗啊？短咗係咪？咁呢個狀態咧，我哋叫向心收縮。咁個肌肉被拉長，但係又用緊力咧，呢一個咧我就叫離心收縮。呢兩樣嘢好重要喎，喺我哋訓練裏邊咧，喺個譬如寫啲 training program 或者俾一啲動作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特別加入去嘅。好啦，咁如果等長收縮嘅例子有咩咧？平板支撐啦，係咪？跟住無影凳呢啲咪就係咯。肌肉長度不變，但係用緊力嘅。咁如果向心收縮咧，喺掌上啊或者喺深蹲嘅時候，究竟係上嗰下係向心，定係落嗰下係向心咧？嗱，我哋試下做個簡單嘅統計。如果你覺得做掌上或者深蹲向上嘅係向心嘅，你就一手指指向上；如果你覺得佢係向下先係向心嘅，即係向心收縮係向下嘅，咁你就指向下啦。OK， 睇下先，都每樣都有啲喎。OK， 係啦，食指好咯，唔好手指公喎。OK， 得唔得？向上嗰下咧，我哋係向心收縮，因為個肌肉咧發力啊嘛，我哋叫即係個原動肌發力嘅時候咧，個肌肉收縮咗短咗咧，咁嗰下咧就係個向心收縮啊。調翻轉落去嗰下咧，就係離心收縮啦。OK， 嗱呢個概念你明啊嘛？即係我哋要明白嗰個向心收縮同離心收縮嗰個關係，以至我哋訓練嘅時候咧，再加多一個元素落去啦。我哋加時間落去。OK， 咁譬如最簡單，向心收縮2秒，離心收縮2秒。OK。或者你可以加個等長收縮 ，hold 住喺度 ，OK， 唔喐嘅，即係你拉上去2秒 ，hold 住2秒，慢慢放翻落嚟2秒，咁total 一下咧6秒係咪？咁但係你又可以改變下嘅喎，譬如你向心嗰下快啲1秒上，跟住4秒慢慢離心落 ，OK， 咁就我哋叫做即係1比4咁樣去做啦 ，OK， 向心嗰下快啲，離心嗰下慢啲。咁亦都可以咧喺中間裏邊咧 hold 住唔喐嘅 ，hold 住5秒、10秒都得嘅 ，OK。咁你利用呢3個唔同嘅肌肉收縮嘅種類配合時間咧，你就可以雖然一個動作，但係可以無限嘅變化啦 ，OK。
明唔明白？好啦，咁你諗下咯喎，2秒上2秒落辛苦啲啊，定係1秒上4秒落辛苦啲咧？定係4秒落4秒上1秒落辛苦啲咧？啊，咁你想象到啦係嘛？咁你就知道唔使下下咧，我哋咁講，唔使下下咧係咁做啊，唔係喎，做10下唔夠喎，做夠20下20下唔夠喎，做夠30下30唔夠，做咗40下，有時未必嘅，有時我哋會調整下個肌肉收縮嘅時間，或者我哋叫做個 tempo 個節奏，以致你能夠令到個訓練成效咧有所改變嘅。OK， 好啦，咁講體能訓練啦，離不開即係呢我哋叫做10個體能元素啦。但係你數落去叫做11個啊，係咪？因為肌力同肌耐力屬於同一個肌肉適能嘅 category 嘅。OK， 咁藍色嗰啲咧就係屬於健康嘅，綠色嗰啲咧就係屬於運動競技嘅。咁我哋透過徒手運動訓練咧，其實都可以練到唔同嘅即係體適能元素嘅。譬如如果我喺個公園好似有個樓梯，有個台階啦，我哋叫做 OK。咁我可以做一個 step up， 做一個踏板上落，做一啲我哋叫做踏台，即係台階啊或者台板，即係台階嘅訓練，去訓練下你個下肢個股四頭肌啊、臀大肌啊，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動作嚟嘅。OK。咁當然又翻去嗰啲頭先嗰啲向心收縮啊、離心收縮啊，呢啲活動平面啊，呢啲去諗下個動作嘅設計上咯。如果我想練爆發力，可以做咩咧？咁我就可能要跳下咯，做啲 plyometric 跳箱嘅動作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徒手運動咧可以即係調整下個訓練嘅動作，以至你喺訓練嘅時候咧，你個體適能嘅元素咧想練啲乜嘢 ？OK。好啦，咁我哋再諗下進階啲咯喎。OK。譬如雙腳跳箱啦，單腳跳箱啦，係嘛？仲要跳咗上去之後，再做多個單腳嘅深蹲，即係葉問蹲 ，OK， 係嘛？再難好多係嘛？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可以漸進式嘅 ，OK。不過我哋都係建議成個過程咧，無論係任何嘅運動訓練都好啦，都係循序漸進噶嘛，係咪？量力而為噶嘛，係咪？唔會一嚟就最右手邊嗰個噶嘛，即刻跳上去，或者有時我哋諗咧，可能未必係要增加個箱嘅高度嘅 ，OK？ 有時可能我哋諗，可能佢個平衡啊，可能係佢個身體嘅穩定性啊，或者個動作個 form 究竟係跳同埋 landing 嘅時候咧，究竟係咪一個即係嗰啲髖膝腳腕係咪成一直線，係一條 alignment， 即係以致佢能夠令到佢確保佢個身體嘅穩定性提高啲 ，OK？ 咁所以咧我哋睇好多嘢嘅 ，OK？ 唔係淨係睇動作咁簡單嘅。好啦，咁有進階即係有退階啦。咁有時我哋就會諗下一個掌上壓可以有啲進階嘅版本，譬如可能係一啲 decline 即係下斜啊，或者拍手啊。退階嘅頭先做下啲膝上壓啊，或者一啲上斜式揾張凳啊，揾個箱啊，揾張台啊，穩定嘅、固定嘅、唔喐嘅。或者公園有啲欄杆啊，你見到有啲公園啲伯伯都會擁住個欄杆喺度做一啲好似掌上嘅姿勢嘅，咁都可以透過呢啲嘅進退階嘅動作變化咧，去改變個難度嘅 ，OK？ 咁所以冇絕對嘅，冇話掌上一定係咩嘅。咁但係我哋又諗下，如果我哋喺個動作變化裏邊咧，可以加啲嘢嘅喎，譬如深蹲啊、深蹲跳啊，再加多個深蹲嘅抱膝跳咯。咁我又試下出下題俾大家。如果掌上壓加開合跳，你會諗到咩咧？咁做啲掌上壓嘅開合跳咯，係咪 ？OK。如果波比跳加開合跳咧，咁就係波比開合跳咯。OK， 即係你可以將2個或以上嘅動作加埋一齊嘅，譬如側平板嗰個遮住咗少少，深蹲嘅提膝，即係簡單啲講，拎起個膝頭哥啦，係咪？側平板 OK， 咁可以做咩啊？可以做側平板嘅提膝啦，係咪？好啦。咁你見到好多㗎嘛，上肢有好多，我呢度求其講，即係寫咗少少啦。核心有好多，下肢有好多。好啦，咁我試下出呢個題啦。波比跳加開合跳加掌上壓加抱膝跳 ，OK？ 翻嚟諗下，我唔俾個答案你，翻嚟諗下，試下。如果你做到嘅更加好 ，OK？ 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你係可以將入邊唔同嘅動作咧，去抽一啲出嚟，然之後咧，好似你當好似食譜咁啊，係嘛？即係可能係唔同嘅食材加埋一齊，可能蔬菜、肉類、豆類可以炒埋一碟咁樣都得嘅，係咪？好啦，咁呢個咧就咁多年一啲過往嘅經驗分享，我將頭先講嘅嘢咧濃縮佢一個表嗰度。譬如你可以諗下個設計嘅時候，你可以諗下個體適能元素啦。我想訓練肌力啊、肌耐力啊、爆發力啊、心肺耐力，定係我想訓練下上肢嘅肌肉啊、核心啊，定係下肢？
定係我就諗下個活動平面究竟係前後嘅矢狀面啦、左右嘅冠狀面啦，定係水平面？咁啊，向心收縮、離心收縮嘅速度係1秒上4秒落啊，唔同嘅，或者個支撐面大定係細，定係嗰個進退階嗰個訓練嘅難度去調整、去提升佢，究竟係即係難啲啊，定係容易啲？咁你見到咧，其實冇一個絕對，你一擺一個獎上落去咧，都可以無限嘅變化嘅。咁啊，希望你做到呢個啦，係咪？有冇人做到啊？目標就做呢個啦。不過有個過程嘅 ，OK？ 由上斜式到掌上壓，到一個輔助式嘅單手，到一個真係做到個單手 ，OK？ 你見到咧，唔係即係冇人一出世就做到嘅 ，OK？ 都係要有一個訓練嘅過程嚟嘅 ，OK？ 咁啊，最緊要咩啊？循序漸進咯，即係慢慢嚟，持之以恆。咁你都可以成為呢個徒手運動大師嘅 ，OK？ 好，最後即係我個人嘅經驗就係，我覺得徒手運動咧未必係最好嘅，即係我好似唔係賣花讚花香咁樣。我覺得當你冇任何器材嘅時候咧，佢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咁但係有啞鈴有橡筋帶咧，你都可以選擇用下其他嘅，即係唔使咁堅持話，唔係徒手運動係最好嘅咁樣，冇呢樣嘢嘅。OK， 好，咁我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多謝晒。好，多謝晒兆倫嘅分享啦。